劳力士的黑冰糖。对的姐，这个是 EW 厂的黑冰糖。这是劳力士系列里的热门款。对，热门款的啊。很漂亮这款。非常漂亮啊。非常闪亮。可以。这款表盘直径是？表盘直径是41的。镜面是蓝宝石的。对，蓝宝石镜面的。防刮耐磨的哈。表带什么材质的？表带是904实心钢。904的。对。可以，看小细节啊。没有问题，不会褪色吧？这款放心，绝对不会褪色的。可以。这款搭载什么机芯？搭载的是3235机芯。3235。对。在调时的时候是顺调逆走，一条顺走的，对吧？对，没有问题啊。日历是顺跳的哈。对，顺跳的。防微小皇冠这个都是有的，是吧？都是有的，细节都是有的，完全对版的哈。可以。防水有做吗？防水深度100米的啊。货装都是全套的。对，非常漂亮啊，这一款。可以。2.5倍日历开窗，还有清漆开窗的。可以。这款你怎么出？这一款出你24张。走时误差怎么样？走时误差正负5秒内啊。好，来一套吧。